这一组翡翠或四件套然后尺寸会到时候会呈现你的照片里来，这是平安锁它属于是苹果绿平润润的图，上面有花很细腻的了解无扣无裂，然后加上这个平安扣我挑的是绿的平安扣浅浅的绿还有这个莲藕手牌这两个是手绳，然后这一条是属于3彩的这个算盘珠，会直接当颈链带，给别人看，打灯非常的柔和很美的珠链无扣无裂，这珍珠1500含运费。